敬德主啊，开我的目睭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，是我甲陈牧师来到德堂教会满34年，是35年的第一个礼拜开始。35年前的8月，我甲陈牧师伫1988年来到这间教会。对阮来讲，8月份这个礼拜是真有感情的一个礼拜。第二，今仔日是咱恢复实体的聚会的一个象征。其实咱真早的实体聚会，但是咱的圣歌队以及咱的主日学青少年的活动，咱已经伫线上聚会一段时间。但是感谢上帝，互咱有惊无险，伫行遐的过程中，愿上帝照顾咱大家检测有这个感染这个 COVID-19， 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无。但是上帝保守咱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咱的教会伫今年度开始，咱就讲咱要准备迎子教会设到100周年。今年是咱的教会第90年，满90年，所以检测咱伫10月要举行一个感恩礼拜，日子还未确定，若确定了会甲咱报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顶悬，上帝甲咱开道路，甲咱开目睭。今仔日也拄好是父亲节，咱真多谢主日学的老师带咱的囡仔唱这条歌。咱会记父亲节毋是干那兄弟的专属，佫还要紧，咱有一个大的爸爸，就是天父上帝。所以说，亲爱的姊妹会记得。咱真容易感谢迄个看会到的人，但是爱记得，咱要有一个就是咱共同一个信仰的大家庭，咱有一个同一个爸爸，就是天顶的上帝。愿咱归荣光，互咱天顶的阿爸天父，也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享受天顶的上帝所赏赐咱天上的父亲赏赐给我们永无主角的爱，永远无间断的听。求主开咱的耳孔，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心门。今仔日个礼拜的信息，就是一个祈祷，就是一个反省，也就是一个决志。有一个祈祷，有一个决志，有一个反省。那要开始之前，咱搁一摆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自执伫你的圣殿的亲像。你所有的囝儿，愿倒来到伫老爸的厝，愿伫你的至圣所来追求，来看见上帝你荣光的面。愿阮伫今仔日个礼拜看见老爸的笑容，听见老爸慈爱的声音。祝福阮伫今仔日对你讲，阿爸天父，愿感谢你。愿伫你的面前静静自执。愿这个家庭的亲像熟悉的家庭，充满幸福。充满三贴，主要求你保守这个教会，就亲像保守你的囝儿甲查某囝。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用恭敬的心，阮来听上帝你应允，上帝所教示，上帝所赏赐新的人生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将圣经内底所记载这个福分来赏赐互阮。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讲，阿门。今仔日个圣经有两个故事，拢甲开目睭有关系。开目睭真要紧，毋是干那咧讲肉体的目睭。耶稣基督行真侪医治的故事，其中一种的医治，就是互青眉人看见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几啊摆，耶稣医治迄个青眉人。伫迄个中间，耶稣问伊讲：恁爱我为你做甚物？圣经讲，这个青眉就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爱得到看见。耶稣的医治毋是干那治肉体医治，所以圣经咧讲起耶稣医治青眉的人，更加要紧，伊咧讲起伊医治灵魂失丧、目睭青眉的人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听耶稣的话，因为耶稣讲：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互未看见的人，佫会当看见；互骄傲自尊的人，心中无上帝的人，因虽然看到世间，但是因却看不到上帝。所以上帝是一个有权柄的上帝，伊会当决定，伊会当帮咱。所以上帝所开的门，无人会当关；教会所关的门嘛，无人会当开，是同款的意思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今仔日圣经内底，无论是耶稣伊所讲，这个青眉的人就得了医治了后，伊讲：我深深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我的生命的改变。前我是青眉的人，但是今仔日我目睭得了拍开通看见。愿天父上帝的真理的光照伫咱的中间，开咱兄弟姊妹属天属地的目睭。咱若有属天的目睭，咱的确嘛会当看到属世，咱会当分别属世甲属天有甚物种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圣经中间，以利沙为着伊的学生祈祷，用主啊，求你开这个囡仔，这个少年人的目睭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沙捌伫的一生的中间看见一个足大的异象，就是伊的老师以利亚，伫伊世间的最后的一时刻，上帝差遣天顶的火车火马来带以利亚。所以伫圣经中间记载真少数无死亡的人，伊的老师以利亚就是迄种的阳光。一个少年的以利沙看见伊的老师，和上帝用荣耀的火车，毋是咱即摆火车哦，就是一个象征性古早咧修正咱，伊讲用尾仔拖伫头前，迄种的火战车，迄种的战车共款。以利沙上天的时，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沙甲伊的老师讲：老师啊，我捌甲你恳求，你将上帝互你的文书赏赐互我。你讲你袂当做决定，但是即摆你已经要上天。所以以利亚就对迄个火车的顶悬等伊的这个袍。以利沙对迄个时阵，伊的看见，伊的眼光受开，所以伊的信心成做一个足要紧的信用的老师。今仔故事就是咧讲起一个故事，会通看起是一个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文书。所听兄弟姊妹。咱之最会当看见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有甚物人会当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？大卫伫伊的诗篇第8篇讲：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我感觉我伫这个宇宙的中间是遮尔小，伫浩瀚星河当中，人算什么？大卫伊伫心中看见上帝伟大的事，伊讲：你听我到这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知影，咱是上帝的宝贝囝。因为以利沙对伊的学生讲：你要看见上帝甲你同在，你就知甲咱同在的迄个上帝，赢过这个世间的君王。这个战争要临到的时，这个阿兰王带规队的军兵要来困住以色列，所以以利沙的学生着惊，看到千军万马，伊心中惊吓，讲要安怎？就亲像今仔台湾人看到中国咧放烟火，所以兄弟姊妹毋免惊，愿天父上帝帮咱，若毋是上帝应允。这个世间的黑暗的关系，无什么通好可怕。愿主甲咱三个伫地，耶稣今仔日嘛对咱的教会讲：我会通为恁做什么？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建立一间会当带咱的囡仔看见上帝的教会，好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特别兄弟，请注意听，上帝设立你，要成做你的囡仔，真要紧的见证人。就亲像以利沙带伊的学生看见上帝荣耀的存在。所以咱做爸爸的人，英语讲 father image， 就是讲爱有一个老爸的形象。
囡仔伊安怎生活？伊最重要就是带伊的囡仔，带伊的家庭，一家之主。咱无重男轻女，但是一家之主，伊真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人带你的囡仔看见上帝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的兄弟，也祝福咱在座的姊妹，互恁有爸爸的形象，互恁有妈妈的形象，互恁的囡仔伫恁的家庭内底，看见天顶上帝伊的荣耀，伊的丰盛。咱无人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伫囡仔的面前，咱嘛无完全，但是毋免惊，因为现今所存最大的就是听。我相信，咱的囡仔听恁，恁的囡仔听恁，咱嘛听咱的囡仔。伫听的相间，人就要看见上帝伊的荣耀甲临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咧讲起即个西罗亚茨西罗亚迪即个青梅的人，这段圣经故事真长，而且每一摆牧师讲到了，恁若愿意，牧师拢真爱鼓励咱，重新将整个迄段咱所读的圣经，常常拢是一节，也是一段尔，但是若会当规章，因为你就会当读即个完整的故事，咱就要知影即个青梅的人。伊得到这种的灵敏的文书，伊就目睭拍开，但是竟然有一群人伫遐为难伊，因为因感觉耶稣是一个异端，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一直啰嗦，甲这个青梅人啰嗦讲：啊，迄个甲你，互你看见的人，迄个是啥物人？伊拒绝上帝所行这种荣耀的事，所以对到这个青梅人讲：伊是啥物人我毋知，但是我知影一项代志。就是以前我是青梅的人，但是今仔日我会当看见。咱的人生拢有一项真特别，咱人生中间迄个美角，就是盲点。有真侪时阵，咱看袂定真清楚，咱头前要行的路，伫十字路口也好，伫也是将来的人生也好，有一件事，我前是青梅，但是我当已经看见。所以法利赛人虽然会当看见，但是法利赛人对上帝来讲，因是故意无上帝，所以因就亲像青梅的人。所以耶稣才会讲：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互迄个愿意看见的人就看见，互迄个无愿意看见的人就看袂到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透放，叫你开我的目睭，开启这个字叫做皮卡。皮卡这个字是伫旧约以赛亚以利沙伊的这个所在讲，上帝叫你开启这个少年人的目睭。皮卡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伊可能就是青光眼啦吼，也是讲是白内障，啊，就去找医生，医生就甲伊讲啊，时间到啊，你爱手术，甲迄个白内障迄块啊，挡伫你的目睭前迄块剔掉就好啊。所以开启意思就是亲像将迄个皮、迄个拦阻解脱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新的眼光。什么人会当真正看到上帝的荣光？什么人读圣经会当一读就懂？什么人读圣经会当一读就了解咧？就心中有目睭、有神、有信心。所以圣经就帮助咱讲互咱听，愿天父上帝医治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灵魂的目睭，也互咱对今仔日开始真做真巧气、有智慧、目睭明亮的人，像是以马忤的路上耶稣的学生，佮我耶稣佮伊的学生同行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迄个学生因后来感觉讲无怪啊，就是咱的主耶稣无怪。咱的目睭吼就金，心就火热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人生有一件新的事，伫咱的人生有一件新的事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这的青少年，上帝祝福你们，开启你们的眼睛，互恁对今麦开始就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伫我的将来，你有什么样的预备？求天父上帝为着咱的囡仔开咱因的目睭，牧师祝福你们，
因为恁是上帝的宝贝囝。求天父上帝，互恁看到未来，因为看到上帝，恁就知影上帝伫未来为着恁所准备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，超乎所求所想。上帝祝福咱的囡仔，所以看见上帝的作为，伫咱的人生中间是真重要。所以今仔日，无论是以赛亚的祈祷，无论是耶稣伊的宣告，拢是有关着一项，就是人的目睭要得到拍开，青眉要得到看见。看见什么？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中间，你感觉看见什么是上重要啊？看见明白啦！哦，咱大家行一条，无需要向向讲明白。咱伫世间中间有真侪时阵，咱爱看，咱爱看，但是咱无一定重视上帝爱咱看。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看见上帝的存在，看见圣经内底伊的明亮的话，就是上帝讲义的准证。上帝讲我的话要食做恁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看见什么是重要的？有时看到无应该看的图像，是足麻烦的。因为看到迄个无好的物件，伊一旦进入咱的心内，挥之不去。你知影我要跟你分享啥吗？有时色情的物件，有时这个世间的最物件，咱一旦入咱的心内，不是咱故意的，但是迄个引诱呢，一旦入咱的心内，有当时迄个诱惑是挥之不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开咱的目睭。所以以利沙讲，主啊，叫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，这个开启，伫咱的中文内底叫做启蒙。启蒙是啥意思？拍开囡仔的目睭，互伊看见将来的世界，互伊看见无限量的异象、异象异梦。开启这个字，伫旧约的圣经希伯来语叫做撇卡。伊的意思上重要，就是亲像将一个物件甲掀开，然后以这个字本身具带含，就想述一个属灵的目睭的意思。愿天父上帝听咱兄弟姊妹祈祷，互咱虽然是平凡的人，但是上帝想述咱无平凡的信心。虽然咱是平凡的人，但是愿上帝想述咱无平凡的信心。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的教会，互咱的家族，因为安尼行上一条受祝福的路。我的妈妈这边的阿祖叫做高祥福，为着一条圣诗，所以就受感动。因为一个基督徒到伊的大城四合院，伊是一个甲人做长工的农民，啊，听到一个基督徒的担物件咧世界卖一个乌衣裳，伫伊的大城中间唱一条圣诗，伊感觉足好听，从来毋捌听过。因为伊捌听过台湾的歌谣，但是从来毋捌听过西方的圣诗，所以真好奇就甲伊聊天。后来这个阿伯就甲伊讲，这叫做圣诗，你若爱听，你去台南有一间教会叫做太平境。我的阿祖，查某这个妈妈这边的阿祖，伊就对中路行要到行30-40公里的路到台南，做礼拜倒来了就信主。上帝互伊第一，互伊其中一个后生，就是伫台湾写第一条交响乐的人。这个人叫做葛永娜，台湾第一个写交响乐、西方的交响乐第一个人叫做葛永娜。伊要完成这条曲，伊完成大多数啊，因为伊感染到咱咧讲肺结核，所以英年早逝。一直到这几年啊，师大音乐系重新定义物件整理发表，伊成做台湾第一个写交响乐的人。我讲这个故事，不是叫我要甲咱大家评判，我要甲咱讲就是，上帝互我的阿祖这种福气，伊会当听到福音，因为音乐，所以这种的福气就传互伊的囡仔，所以伊的囡仔对音乐特别有兴趣，所以上帝互伊有迄个机会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的家庭。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家己的荣耀，这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今仔圣经这段话，咱若做礼拜了后，咱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阿门。主求你开我的家族的目睭，互阮的家族真正知影，你就是上帝。这段圣经讲开启伊的目睭，最重要的目的，有一个最要紧的信仰的一个主题，就是恁要知我就是耶和华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旧约的圣经，特别是摩西五经的中间，有真多故事发生了后，最重要以色列人来讲，通过这个故事，阮就知影，伊就是上帝。所以圣经讲，恁就要知我是耶和华，恁就要知我是上帝。这是这个故事中间上重要的主题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唔是干那听着这个故事就过去，咱甲咱看袂到的上帝讲：阿爸天父，互我看见你，互我知你是上帝。所以这个少年人目睭就拍开，伊看到满山遍野都是火战车、火车、火马、军天兵天将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讲两项代志。第一，就是耶和华为着伊的百姓征战，伫出来记中间讲：免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，我要为恁征战。上帝要为着咱头前的道路，做咱的牧者来保守咱。第二，这个将近3000年前的故事，伫以阿战争，以色列复国。以阿6日战争的中间，有发生一个传说，就是当阿拉伯人伊的军队、埃及的军队的战车，甲以色列的战车，伫迄个沙漠旷野中间，两军对立，要互相开炮的时，忽然埃及的战车遐军兵跳出因的战车，然后往后逃走。以色列无开一炮，就赢过这个战争。后来因将这俘虏掠来时，因问因讲：为什么？恁看到阮存在时，你开无甲阮开炮？这个人讲：我看见恁的战车的背后，天顶有迄个足大的天兵天上的军队，伫恁的背后做恁外口。我唔知这个传说是真的还是后来人添加的，但是圣经中间曾经有这种的故事。我无意思讲上帝百姓战争拢会赢，我唔爱安尼讲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但是伊嘛真有慈爱的上帝。但这段圣经咧，甲咱讲起上帝互伊的百姓看见伊的陪伴，伊的存在，伊的掌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那安尼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咱会通有甚物特别新要紧的功课，通做咱的学习。伫今仔日，我要甲咱讲起用以利沙的祈祷做咱的祈祷。所以伫今仔日中间，第一，我要甲咱分享，咱的生命爱为着得到眼光，看见异象来祈祷，做求你开我的目睭。这是第一个，咱爱有一个祈祷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爱明白一项应该爱警醒反省的代志。上帝赏赐，上帝会收回。所以圣经讲，以利沙求互这个少年人看见，但是求互迄个阿兰王的军队凄迷。所以上帝是一个会当互人看见，嘛会当互人无看见的上帝。上帝毋是真恶极，调工要世间人凄迷，毋是。根据圣经的教示，最重要，上帝的心意。当一个人心中若故意看见上帝，看见上帝的话，伊就亲像凄迷，并毋是上帝互咱凄迷，是心中若无敬畏上帝的心的事，咱就失去迄个属灵的智慧。甲咱讲，这就是一个反省，一个祈祷，一个反省。第三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爱做一个好的上帝的见证人。就亲像拄则我讲，伫父亲节最重要，
做兄弟姊妹的咱来用咱的生命，互咱的囡仔看见上帝以家己荣耀的形象。阁有愿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帮助人，互人看见上帝荣耀的教会。所以这是结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，上帝是一个会通互人得到新眼光的上帝。所以上帝是一个启蒙者，启明，会互人的人生中间得到一个新的智慧、新的目标、新的决志。伊会当拍开人的属灵的目睭，虽然肉体的目睭看袂到，但是心中的目睭，伊看到上帝家己的荣耀。所以当上帝将这个新的眼光互咱的时，咱的判断就会正确。所以第一个就是祈祷，求上帝的圣神为着咱拍开属灵的目睭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你若愿意，今仔日直到永远，你会当常常看伫你的目睭，你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会当看见你一切的荣耀。就为着咱的灵魂的目睭来向上帝祈祷。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，以利沙为什么遐尼大胆、遐尼有信心、坚定，敢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目睭，就是因为伊看见上帝怎样接纳以利亚。所以一个人若真正经历着上帝，看见上帝家己亲自的作为的时，伊就赢过这个世间。伊就有一种超越这个无可能变做可能的信心。所以以利沙伊家己本身是一个捌看见上帝，伊也因为看见来深信上帝凡事拢会。所以才敢为着伊的囡仔来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开这个囡仔的目睭。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爱常常为你的囡仔，伊的人生真做有智慧、有新的眼光的囡仔。为因画手，为因画十字架，为因伫背后做祈祷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的囡仔有这种的智慧。台湾这礼拜内底有一个足互人艰苦心的一个消息，就是少年人互人骗，走去柬埔寨，去就互人当做CD 安尼白条的勒索。这个新闻互人看甲沸沸扬扬安尼，感觉会惊讲遮尔少一个少年人较唔知影讲，迄是咧共骗，搁一个伫机场，一个基督徒，伊讲上帝为我开门，警察甲伊讲，上帝爱我在你的面前告诉你不要去，主啊，怜悯帮助，愿天父上帝帮助，这就是以利沙看见迄个异象，伊看到伊的老师以利亚受上帝接纳，伫人类中间无可能的代志，就是无死亡、无结束。上帝接纳伊的身躯嘛，接纳伊的灵魂，到伫天堂。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以利沙伊的信心何等的宝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机会通亲目睭、亲自拄着、看着，知影咱的上帝，伊是上帝。所以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这个上天的故事了后，后来伫圣经的中间，摩西五经有真多。伫还未发生进前就讲的话，恁着静静，因为耶和华要为恁征战。这就是咧鼓励看也未捌看见上帝的人，会当凭信心来相信上帝，伊要出手，伊要为咱来做征战。所以以利沙甲伊的学生讲，唔免惊，到咱伫地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互相宣告讲。甲恁伫地，甲咱伫地上帝，伊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最重要，就是咱要看见迄个坐伫咱身边、踮伫咱心内，伫天顶掌管的上帝，与我们同在的神，比地上掌权的君王，与我们同在的上帝，比地上掌权的君王更伟大、更了不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尊主最大，咱嘛知影，咱的上帝毋是传说的上帝，伊是以利亚的上帝，伊是以利沙的上帝，伊嘛是咱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为着咱会当看到新看见，
咱为着会当看到咱前毋捌、无有经历、毋捌看见的荣耀，上帝的作为甲荣耀。咱求天父上帝为着咱的囡仔，为着咱家己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。所以照圣经记载讲，上帝听以利沙的祈祷，上帝听以利沙的祈祷，就互伊的学生，互伊的学生，伊的路旁目睭直直拍开，伊就看见围绕伊身边所有天兵天将。所以以阿6日战争中间有同款这种的传说，我嘛唔知到底迄是传说是真正假的，但是凭信仰的原因，我相信上帝应该就是保护以色列的上帝。但是阮基督徒甲以色列人，咱无滥觞使用上帝的恩典，真做咱的借口，甲真做咱甲人相太相争的这种的根据。因为上帝无凊彩发动这种的代志，但是阮上帝怜悯，伊的公义，伊的存在，所以看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回应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你若甲上帝讲阿们的时，上帝亲自彰显伊的荣光，互咱看见。所以今仔这个故事最重要，爱倒去到伫圣经内底的记载。历代志下卷今仔日第6章的故事，应该最要紧的爱倒去到伫列王记，列王记下卷应该对到列王记上卷20章。伫个中间真要紧，以利沙伊甲以利亚伫争战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结论，因为安尼，阮就要知耶和华是我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搁一摆，咱甲天顶的上帝讲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所以启明最重要就是排除虚假、拆除阻挡，互咱扎伫咱目睭前的迄个影茶、固执、偏见。所以耶稣教伊的身边的人讲，唔当随便批评、论断、批评人，因为恁若带着偏见、有无好的思想去谈论别人，其实那是一个偏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拆除最的阻挡，互咱真正回归上帝的真理。就亲像这个青梅人讲，我知我人生中间有一项事，前我是一个糊涂的人，前我是一个有偏见的人，前我的判断就亲像青梅，但是今仔日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真理改变我所有的价值观念甲判断，求主帮助。所以拄则我有问咱大家讲，伫人生中间什么种的看见，看到什么是上重要？伫咱的信仰路程顶端，你感觉会当看到什么？对你的信仰是一个足重要的帮助。当然，第一就是看见上帝。什么叫做看见？看见就是看了后会通明白。你若是读一个物理、生物学的人，你就知影，咱的目睭亲像照相机，伫你的头前有一个物件，有一个图片，你看到的时候，就你来翕一张相。但是当这个相的光线进入咱的心内时，伊会走进咱的脑中间的一个所在，叫做视丘。迄个视丘就亲像电脑的 ICP， 就是会当解读你所看到这个物件。根据你的经验，根据你的知识，你看到这张图，你会当解说，然后你的脑的内底产生某一种的皮质醇，还是讲肾上激素。就产生一个信号走去你的脑的内底，所以这有2项代志。第一是你看到这个图，第二就是你对这个代志甲图的解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无意思甲恁讲甲，互恁听甲无明，但是会记得，要会通解说帮助咱得到信仰真正的智慧的人，就是爱圣经甲圣神。咱会当看到这个世间。但是，咱对世间的解说，爱通过圣经甲圣神。上帝甲咱解说这个天兵火车火马，这个故事，这个代志，
圣神甲圣经的话就解说互咱听，明白几项的代志。第一，这个故事是要带咱看到上帝，代替咱看袂到的上帝。第二，圣神甲圣经解说了后，要互咱有一种属灵的智慧。圣经称真理，咱的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第三，当咱看到这个代志异象异梦，最重要要带互咱愿望。伫愿望的中间，咱要得到向前行的信心甲开力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第一个信息，咱的祈祷。以利沙的祈祷，耶稣的祈祷，这个青梅的人伫西罗亚池青梅的人的祈祷心愿。第二，我要甲亚弟姊妹做一个警醒的反省。上帝赏赐咱的圣神，那因为咱无正经，也是因为咱的凊彩、武慢，上帝有可能会收回伊的文书。所以代表讲，求你无按我收回你的圣神，恁会记得迄段话吗？求上帝怜悯帮助咱，愿上帝的圣神永远踮伫咱的心内。今仔圣经耶稣讲，我来要互看袂到的青梅人看见，总是我嘛要互迄个骄傲的人看袂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什么人会当看见？所以看见，特别是咧讲信仰这个信仰的看见，真要紧，甲人的态度有关系。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权柄，上帝要显明互什么人看，是上帝家己决定。但是更加要紧，人应该爱知影，什么种的态度会通真做我看到上帝的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注意来听这三项代志。人的态度中间有三项有关着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有关着咱看到上帝。有三项真要紧的信仰的态度，就是爱谦卑伫上帝面前。骄傲的人看袂到上帝。第二，爱有敬畏的心，独只有敬畏上帝的心的人，才会当看到上帝。第二就是谦卑。第三就是用清气的心，正直的心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恁将这三项的态度放伫恁的心内，伫今仔这个反省的中间，无焦急、欢喜，你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将这三项的态度坚固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咱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咱有谦卑的心，咱就会当看到保罗伊写伫罗马书第1章32节的所在。伊讲，当一个人啊敬畏上帝，伊就要看见上帝公义的法则，就是上帝伊所有的律例诫命，伊就要明白上帝所讲的话，就是一种正直的道路啊！伊就要明白上帝伊奥妙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当你拍开我的目睭的时，嘛求你拍开我的心，互我会当晓悟，互我会当明白。主啊，当你拍开我的目睭了后，求你拍开我的心，互我会当晓悟、晓悟，会当明白。我会当明白上帝你深奥的计划。上帝有权柄，所以咱的文字是对上帝来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独只有当咱敬畏上帝的时，上帝所赏赐的圣神就要永远踮伫咱的内底。愿咱明白今仔日伫个代志下关即句话，咱明白讲，上帝当互以赛亚的门徒看见，上帝会互亚兰王的军兵目睭青梅。青梅这个字伫希伯来语就亲像大王，伊的意思是大王啦，有雾来就是讲当一阵，这个梦就是雾这个梦来到这个山谷，人都看不到头前。所以青梅意思伫希伯来语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忽然有这种的迷惑，这个无明来到伫人的中间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看见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
互我青眉得着看见，就亲像这个少年人，这个希罗亚池的这个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就今仔这个礼拜第2个警醒，咱伫上帝面前用代笔的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我正直的心，求你赏赐我换心正直的心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这是今仔日以利沙为着伊的门徒祈祷，嘛轮到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上帝伊对心中的人，上帝收回伊的圣心。罗马书第1章18节讲，上帝受气，对天降落，要刑罚一切心中无上帝、行为不义、压制真理的人。我毋免较济解说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提醒遐弟姊妹，摇花有官兵通赏赐咱，但是忙凊彩，遐弟姊妹伫上帝面前，所以有真侪基督徒靠惜。有真侪基督徒，伊感觉上帝充满疼，所以不要紧，无论我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拢不要紧。亲爱的姊妹，唔通可惜，就知咱的上帝是一个忌邪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，所以上帝伊最后对这个不义骄傲的人，伊做一个真，互咱艰苦心惊吓的代志，对上帝就放弃这种骄傲的人。所以圣经讲，上帝就任凭他们，记载伫罗马书第1章12节，上帝就故在引起啊。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，伫圣经原文的意思是，上帝就放弃，任凭的意思就是讲，既然你若骄傲，既然你若是主张安尼，上帝宽免，上帝就停止以圣心的帮助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最后，牧师要甲咱鼓励，学习耶稣基督、耶稣基督，以后应该看见的人看见，但是耶稣嘛收回上帝，伊袂当互人武慢随便看清的救恩，所以耶稣的典范对咱来讲是积极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做爸爸妈妈的人，咱有一个真要紧的使命，就是伫囡仔的面前做囡仔的模样，互咱的囡仔对咱的身躯顶悬看到耶稣，互咱的囡仔对咱的家庭生活中间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伫我的人生中间有几摆的旅行，对我有真深的帮助。28年前，上帝我一届机会，是我一生中间第1摆出国去读册。这是伫瑞士，一间学校叫做博士，博士是迄个所在的地名。上帝伫迄个所在，互我看到2000年来教会无同款的传统。真简单来讲，我头一摆看到东正教，我看到天主教的真水的古老的传统。伫这间礼拜堂就是这张相，这间的礼拜堂的尖塔顶悬有一个小房间，就是这张相片。4个月每一个透早，上帝好有机会，甲我的老师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。4个月的每一个透早，这个神父带我早到，伫咧中间，互我深深感受一个信仰的老师的陪伴对一个学生的重要性。迄种的感动，互我伫恁的中间，我有做一个真要紧的愿望，就是我愿望我会当真做恁好的兄弟。我毋敢讲我要做恁好的老师，但是上少我愿望我做恁好的兄弟。我会当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真正来经验，看到上帝的同在。所听的姊妹，愿这间教会伊所做的每一个活动，会当带咱的囡仔看到上帝。所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做3项我感觉上重要的代志。当然，向日葵学院的代志是最重要，但是我感觉对这间教会来讲，有3项代志。第一，就是伫礼拜中间看见上帝。所以我真知影教会主持礼拜的重要。第二，我知影
带人读圣经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我真心重伫咱教会的查经班。第三，我感觉一个人若伫劳苦背重担的人会死，伊需要有一个安息的所在，所以拜三暗的祈祷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会当学习用什么种的方式来帮助人，甲上帝同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学习耶稣基督，伫耶稣基督的模样中间，做恁的囡仔的帮助，互恁的囡仔看到上帝。所以愿咱学习耶稣讲，我来到这世间。耶稣讲，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要青迷人得到看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存在使命，就是予也未认捌耶稣的人有迄个福气看到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种福气对你的家庭开始，阿免吗？这种福气对你的囡仔，真正看到耶稣来开始。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的人生，互咱的教会，对90周年到100周年，上帝互咱一代搁一代，伫稳定的中间向前行。咱当心来祈祷。早伫地，今仔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阿爸天父，愿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对你发出阮的祈祷。你互以利沙看到以利亚受接纳，阳光就天；你互耶稣的门徒看见伊对死国活，然后阳光就天。主你今仔日恳求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的灵魂的目睭得到你的怜悯，阮会当看见你就是荣耀的上帝。主求你帮助阮，开阮的目睭。阮也将阮的教会以及兄弟姊妹的家庭，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无搁再做伫黑暗中无无明青迷的基督徒。主求你帮助这间教会，会通真侪上帝你，互人看到你的教会。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